嗰晚，我老公當住所有董事同親戚面前，將一張2億嘅入數紙輕輕推到我面前。佢語氣好平靜，好似只係簽緊一張普通支票。呢筆錢係請陳大師改命盤用嘅。我盯住嗰張紙，手指一啲一啲發冷。上面嗰串數字後面拖住一大串長到嚇人嘅零，唔係2萬，唔係200萬，而係整整2億。係我哋公司賬上最後一筆可以動用嘅大錢，係員工接落嚟幾個月嘅人工，係銀行已經催咗3次嘅貸款，亦係我同佢結婚18年一步一步捱出嚟嘅家底。但係佢連眼都冇眨一下。旁邊坐住嘅奶奶一聽，反而長長舒咗一口氣，口中不停念住：使咗都值，使咗都值。只要可以改走呢個屋企嘅晦氣，唔好話2億，就算再多都要使。嗰一刻，我即刻明白，呢個屋企真正要冧嘅唔係風水，唔係運勢，而係人心。而我點都冇諗過，嗰個以前連買對皮鞋都要左揀右揀嘅男人，最後竟然會為咗一個風水師，親手將成個家推去懸崖邊。我叫沈之秋，42歲。呢個故事要由3年前講起。我同老公顧成安係典型白手興家嘅兩公婆。後生嗰陣，我哋乜都冇。我喺細廠做會計，佢跑數。冬天踩住電單車周圍送樣品，夏天頂住大太陽去地盤陪酒、簽單、捱夜。人哋見到嘅只係佢之後着西裝出入高級會所，但睇唔到佢最窮嗰幾年，陪客飲到胃出血，返到屋企仲要趴喺台邊計數，驚有邊筆貨款收唔返。我同佢係苦日子入邊一齊捱出嚟嘅感情。啱結婚嗰幾年，我哋住喺一間60幾尺嘅舊樓，夏天漏水，冬天翻潮。個仔出世之後，奶粉錢、供樓、老人醫藥費一樣一樣壓落嚟。有一次，我夜晚抱住發燒嘅仔，坐喺醫院走廊，望住顧成安去收費處排隊，個背影瘦削又挺直。嗰陣我心入邊諗，呢世跟住呢個男人，再苦我都認。後來命運總算冇虧待我哋。顧成安捉住咗地產上升嗰幾年嘅機會，由接裝修開始，之後做工程，再之後自己開公司接大項目。10幾年落嚟，屋換咗，車換咗，個仔送咗去外國讀書，個女讀最好嘅私立學校。我哋總算由1蚊掰開2半用嘅日子走咗出嚟。但人一旦由窮翻身，最驚嘅唔係再窮翻去，而係忽然嘗到失去嘅滋味。我哋屋企真正開始出問題，係由東庭項目出事之後。嗰係顧成安接過最大嘅一塊地，投得重，壓得狠，幾乎將公司1半資金都冧晒落去。本來前景好好，點知政策一變，審批卡住，合作方撤資，銀行又開始抽貸。短短半年，公司賬面啲錢好似穿咗底咁，一日比一日少。顧成安從嗰陣開始，成個人都變晒。以前佢再忙，返到屋企都會食我整嘅一口熱飯。公司再難，頂多夜晚輾轉反側瞓唔着，第二朝照樣收拾整齊去撐場面。但嗰段時間佢變得好沉好燥，飯唔食，覺唔瞓，電話一個接一個，開口就係錢、貸款、過橋、抵押、補倉。更加要命嘅係，同一年我個女顧念忽然病咗，唔係咩大病，但特別折磨人。佢先13歲，本來活潑好動，突然開始反覆頭暈、流鼻血，半夜仲會無端端驚醒，成個人瘦咗一大圈。我哋帶佢去醫院檢查咗好多次，抽血、照 X 光、睇專科，查嚟查去，最後話係壓力大、內分泌失調，再加長期瞓眠唔好，要慢慢調理。但係顧成安唔信，佢覺得唔會咁啱。公司一出事，個女就病，屋企老人又跟住唔安樂。奶奶又係最信呢啲嘢嘅人，日日喺佢耳邊念，話我哋呢幾年順得太快，一定動咗唔應該動嘅地方，屋企命局亂晒，一定要請高人睇。我一開始根本冇放喺心上。顧成安雖然忙，但一直都算理性。後生嗰陣仲笑過啲人過節擺桃木掛八卦鏡，話做生意係靠本事，唔係靠球。
但係人一去到絕路邊，好多本來唔信嘅嘢都會慢慢滲入心入邊。第一次聽到陳大師呢個名係喺一場飯局嗰日，我陪顧成安見一個老客戶，對方做礦業起家，年紀大，講嘢慢吞吞。飲到差唔多，佢忽然提起自己前幾年爭啲破產，後來係靠陳大師指點先避過一劫，而家翻身翻得仲勁。佢講呢啲嘢嗰陣好認真，一啲都唔似吹水。台上另外兩個人仲幫口，話呢位陳大師唔輕易出手，一般人連見都見唔到。翻屋企路上，顧成安一路冇出聲。我坐喺隔籬位，覺得唔對勁，忍唔住講咗句生意長啲說話，聽下就算。真係咁神，邊個仲辛苦做項目？顧成安握住軚盤，望住前面車燈，好耐先講：你唔明，人行衰運，有啲嘢寧可信其有。我心入邊即刻沉一沉。由嗰日開始，佢越嚟越奇怪。先係辦公室多咗啲我睇唔明嘅擺設，銅葫蘆、貔貅、山海鎮，連茶台位置都調過。之後仲叫司機連夜去南邊請咗磚開過光嘅玉佛，擺喺公司大堂正中。公司啲老員工私下都講，顧總係咪壓力太大，開始走火入魔？我勸過，亦都鬧過，但佢只係講一句：你唔喺我個位，你唔知我頂幾大壓力。我當然知，但係我更加知，一個人如果將所有希望都壓喺啲睇唔到摸唔到嘅嘢上，最後多數會輸得更慘。真正令顧成安完全陷落去嘅係佢第一次見陳大師嗰晚，佢返嚟好夜，身上竟然有一陣好重嘅檀香味。我喺客廳等佢，一見佢入門就發現佢面色唔同，唔係平時嗰種害，而係一種講唔出嘅興奮，仲帶住幾分敬畏。佢坐低之後，第一句就講：知秋，我哋屋企呢幾年出嘅問題，陳大師全部講中。我冇出聲，等佢繼續講。佢好似着咗魔咁，一樣樣數俾我聽。話陳大師冇睇任何資料，只係睇咗佢生辰同辦公室方位，就講出我哋舊年換過大門方向，個女體弱，公司東南位受沖，祖墳都有問題，仲話我哋呢個家睇落風光。其實敗局早就種落咗。佢講呢啲嘢嗰陣，眼都發光，我反而覺得背脊一陣寒，因為呢啲所謂講中嘅嘢，只要稍微打聽一下，根本唔難知。但係顧成安聽唔入耳，佢反而好似終於揾到一個解釋，將呢幾年所有唔順、所有焦慮都塞晒入命局出問題呢一個袋入邊。嗰晚佢第一次認真同我講，要請陳大師入局。我問佢乜嘢叫入局，佢話陳大師已經睇過，如果我哋想保住公司、保住個女、保住運勢，一定要做3樣嘢：第一，重修祖墳；第二，改屋企格局；第三，做一場大法事，將呢幾年衝撞嘅煞氣壓翻落去。我聽完忍唔住冷笑，咁要幾多錢？顧成安停咗一下，講前前後後大概2億。我即刻企起身，2億，顧成安，你黐咗線。佢抬頭望我，面色即刻沉，唔係俾佢個人，係做局，要請人、請地、請物件，仲要動工程。陳大師講咗，呢啲係救命錢，唔係亂花。我氣到心口發痛，乜嘢救命錢？公司而家賬上有幾多你唔知？地盤停晒，銀行催，員工等出糧，你攞2億去俾個風水師做法事。顧成安都火起嚟，咁我仲可以點？項目卡死，個女又一直唔好，乜方法我都試過，而家有機會翻盤，我點解唔試？我頂住佢，呢個唔係事，係拖全家落水同你一齊賭。嗰晚我哋鬧到好犀利，奶奶聽到動靜走出嚟，唔問青紅皂白就幫個仔，指住我話我心窄眼淺，話我一個女人唔識局勢，男人喺外面頂住塌天嘅事，我仲喺屋企扯後腿。佢甚至當住顧成安面講，你唔好唔信，我哋顧家呢幾年唔順，就係佢命太硬，壓住咗本來嘅福氣。依家大師肯幫，係祖宗保佑。呢啲說話如果係以前，顧成安一定會制止，
但嗰日佢一句都冇講。我坐喺梳化上，突然覺得呢個屋企陌生到可怕，唔係因為奶奶又講返嗰套，而係我第一次清楚感覺到顧成安已經唔再當我係同佢一齊狂試嘅人。佢開始信一個外人，信一啲虛無縹緲嘅說話，多過信我同佢一齊捱過嘅18年。由嗰日開始，件事就好似滾落山嘅石頭，越嚟越失控。先係老家祖墳動土嗰個地方，我幾年冇返去。突然有一日，大伯打電話嚟，話成安係咪癲咗，硬係要連夜遷墳，邊個勸都唔聽，帶住一班人拎住羅盤、香案、黃布喺山上搞大龍鳳到半夜，搞到成條村都知。我聽到頭皮發麻，即刻趕過去。到時天都差唔多光，山風好凍，墳前插住幾排香，紙灰吹到周圍都係。陳大師着住一身黑色唐裝，手拎銅尺，眯住眼喺地上來回行。顧成安企喺一邊，神情比見銀行行長仲恭敬。我一行過去，就聽到嗰個大師低聲講：呢個月本來唔錯，可惜後人修路動咗水脈，先至有今日嘅敗局。唔遷，家運必斷。我當時真係又嬲又寒，衝過去一把拉住顧成安：你叫人即刻停，祖墳話遷就遷，你有冇同屋企人商量過？顧成安將我隻手甩開，聲壓得好低，但係滿係唔耐煩。你唔好喺度鬧。我望住佢，我鬧你連祖宗墳都敢半夜亂動，到底邊個鬧？周圍親戚全部望住，我哋兩公婆喺祖墳前爭執，場面難睇到極。但係顧成安已經完全聽唔入耳，甚至冷住面同我講：你返去啦，呢度唔使理。嗰一刻，我只覺得心口好似俾人狠狠踩咗一腳。我唔係嚟阻佢發財，我係想拉佢返嚟。但佢望我嘅眼神，竟然好似睇住一個阻住佢嘅人。祖墳遷完，屋企都開始喐。陳大師話：我哋而家住嘅別墅西北缺角，沖南主人，東南見煞，最商旅。客廳魚缸擺錯位，主財來財去。主人房床頭方向唔正，夫妻必離心。於是好端端一間屋，由院門到客廳，由廚房到房間，全部要改。家私搬走，牆打開，連我結婚嘅時候娘家帶嚟嘅紅木櫃都被話陰氣太重，要人直接拖出去燒。我攔住唔俾，奶奶喺旁邊陰陽怪氣，唔捨得舊嘢就係唔捨得舊氣，難怪個屋企翻唔到身。嗰一刻我真係想死死抱住個櫃。嗰唔係一件家私，係我阿媽當年咬牙俾我嘅嫁妝。但喺顧成安眼中，嗰一刻佢連陳大師一句輕輕嘅批語都比唔上。最荒謬嘅係嗰場大法事，日期定喺農曆7月，地點唔係寺廟，而係我哋啱買落嚟準備開發嘅一塊山地。陳大師話嗰度背山臨水，本來係好嘅聚氣地，只要法事做成，壓住煞氣，東庭項目好快就會轉運。為咗呢件事，顧成安前前後後已經抌咗唔止2億，搭台請人封山封路，仲由外地運嚟一批我講唔出名嘅木料、石料、銅器，喺山上起咗間細細嘅靜室，話要俾陳大師閉關3日。我第一次去現場，山入邊陰沉沉，幾十個工人忙出忙入，好似趕一個大工程。紅布掛滿一條路，香爐排成行，連空氣都壓到人透唔過氣。我企喺山腳，忽然有種好強烈嘅感覺。顧成安唔係請大師，係幫自己挖一個可以心甘情願跳落去嘅深坑。人有時就係咁，如果現實太痛，痛到自己頂唔住，就會好想揾個更大嘅理由，將所有失敗包起嚟。只要理由夠圓、夠大、夠冇得證明，你就可以暫時唔使面對真正問題。但係問題係，賬目唔會陪你演戲，銀行唔會因為你做咗法事就唔追數，項目唔會因為你遷咗祖墳就自己通過，個女嘅病都唔會因為你調咗床頭方向就即刻好。顧成安卻越嚟越順。公司開始拖糧嗰個月，佢仲喺度加錢俾陳大師，話最後一場鎮局一定要做足，唔可以功虧一簣。我將財務報表掟到佢面前，
話而家賬上連下個月材料錢都唔夠。佢卻冷冷講，只要局成咗，呢啲全部都會返嚟。如果返唔嚟呢？我問。佢面色即刻難睇，好耐先擠出一句唔會。嗰唔係信心，係驚，因為佢已經投咗太多，多到佢唔敢承認自己可能俾人呃。人一去到呢一步，繼續信反而變成保護自己。真正令我決定將件事揭開嘅，係公司財務總監私下揾我。嗰日佢嚟到屋企，好緊張，一入門就將一沓影印本塞俾我，係幾筆對外付款，數額一筆比一筆大，但去向好奇怪，有文化顧問費、地契修復費、發物採購費、秘局維護費，仲有一筆高達6800萬嘅海外信託轉出，備註只寫住4個字：陳氏代辦。我睇到隻手都震。顧太，財務總監低聲講，再咁落去，公司真係頂唔順。內部已經有人懷疑呢唔係改風水，係借風水洗錢。我當場呆住。洗錢2個字，好似一盆冰水由頭淋落腳。我唔係冇諗過顧成安會俾人呃，但我冇諗過件事可能比呃更嚴重。嗰晚我第一次冇喊，亦冇鬧。我一個人坐喺書房，將啲付款記錄一張張攤開，睇到凌晨3點。窗外好靜，個女瞓得唔穩，夜入邊咳咗2次。奶奶房入邊仲亮住一盞細燈，佛經聲隱隱約約傳過嚟。我忽然覺得好荒涼。呢個屋企表面乜都有，大屋、靚車、明星都仲喺度，但燈一熄，剩低嘅全部都係裂縫。第二日，我孭住顧成安去查陳大師。呢一查，先發現呢個人根本唔係咩神人。佢本名陳國山，早年只係幫有錢人睇屋嘅神棍，後來唔知點樣混入上流圈子，專門揀啲生意出問題、屋企有人病、心慌慌嘅人落手。佢最叻嘅唔係風水，而係睇人心。佢知邊啲人急，邊啲人驚，邊啲人已經走投無路。只要你露出一點相信，佢就可以將你整個人套住。更可怕嘅係，佢名下根本冇乜固定資產，好多收款賬戶都兜咗幾轉，公司又係一層套一層，稍為唔留神就查唔到底。我坐喺車入邊望住啲調查資料，只覺得手腳冰冷。我忽然明白，顧成安已經唔係單純迷信咁簡單，佢係俾一個太識睇人性嘅騙子準準確確捉住咗死穴。但真正令我難受嘅，仲唔止係呢樣，而係我拎住呢啲資料返到屋企，擺喺顧成安面前嗰陣，佢竟然連一頁都冇細睇，佢只係掃咗一眼，冷冷咁問我：你揾人查大師？我望住佢，我唔係查佢，我係救你，救我。佢好似聽到笑話咁，沈之秋，你根本唔明，人去到低谷，唔係個個都有機會遇到可以救命嘅人。你而家咁樣係斷我條路。我當場靜住，我斷你條路。我望實佢，顧成安，你撐大眼睇清楚，你而家行緊嘅根本唔係路，係懸崖。佢沉默咗幾秒，忽然一字一句咁講：如果唔係你一直壓住我，攔住我，呢個局早就成咗。嗰一刻，我成個人都僵住。結婚18年。呢個男人第一次將所有失敗清清楚楚扣到我頭上，我終於知道顧成安已經徹底變咗，又或者唔係佢變咗，而係嗰個被成功同恐懼一齊撐大咗嘅慾望，終於將佢吞埋。之後嘅事發展得好快，銀行正式告上法庭，合作方撕毀合約，東庭項目徹底停擺。公司樓下開始有人圍住追糧追工程款，連傳媒都聞到味。一時間故事資金異常，發展商巨額迷信開支，風水局吞掉2億，呢啲消息滿天飛。顧成安去到呢一步，先好似突然由夢入邊醒返。嗰幾日佢幾乎唔返屋企，手機24小時關機。我後來先知佢走去揾陳大師，但嗰個人一早已經唔見咗，連嗰間靜室都人去樓空，只係剩低一地香灰同幾個空箱。警察介入嗰日，顧成安坐喺客廳，成個人好似一下老咗10年。奶奶仲喺旁邊碎碎念：
話大師係俾小人衝撞，過一排自然會返嚟，仲話只要心夠誠，再補做一場法事，件事一定仲有轉機。我終於忍無可忍，第一次當住佢面，將佢串佛珠一手扯落嚟掟喺台面。夠啦！我開口，把聲唔大，但成間屋即刻靜到可怕。呢個家唔係毀喺風水，係毀喺你哋唔肯面對現實。你個仔唔係俾我黑，唔係俾祖墳害，係俾自己嘅貪同驚一步一步拖落去。你信佛、信命、信大師係你嘅事，但你哋唔可以攞成家人條命去攻呢個局。奶奶愣住，張大個口，好耐都講唔出聲。顧成安坐喺度，雙眼紅到嚇人，但一句都冇反駁。可能去到嗰一刻，佢終於明咗，只不過真係太遲。之後公司進入重組，屋賣咗，車都賣埋，嗰啲年年月月辛辛苦苦賺落嚟嘅嘢，一件一件折成數字，還俾銀行，還俾合作方，還俾嗰啲被拖欠咗太耐嘅工人同員工。個仔由外國返嚟，沉默到好似一個陌生人。個女嘅病反而慢慢好返，但係性格變得特別靜。有一次，佢抱住本書企喺窗邊，忽然問我：媽咪，爸爸以前明明唔係咁，點解後來好似變咗另一個人？我諗咗好耐，先同佢講咗一句：因為有啲人頂得住窮，頂得住冧，卻頂唔住失去。呢句話其實我都係講俾自己聽。1年之後，顧成安由嗰個曾經俾人仰望嘅位置跌到變翻一個再普通不過嘅中年男人。佢冇坐監，但幾乎一無所有。我哋冇即刻離婚，不過分開住咗好長一段時間。後來佢揾過我一次，嗰日天陰陰，佢着住一件好舊嘅外套，成個人瘦得好犀利，坐喺我對面，好耐先講出一句：知秋。我嗰陣真係好驚，我冇接話。佢低住頭，好似對住空氣咁講：我驚公司冇咗，驚個女出事，驚自己一手拼翻嚟嘅嘢全部冧晒。後來大師話有辦法，我就好似捉住根救命草，捉下捉下，明明知道唔對，都唔敢放手。我望住佢，忽然諗起好多年前，我哋仲住喺嗰間漏水舊屋嗰陣，佢一邊拎面盤接雨，一邊笑住同我講：再捱多陣，總會好。嗰陣時嘅顧成安真係信人、信自己、信一步一步捱出嚟嘅日子。可後來佢有咗錢，見過太多大場面，亦背住太多輸唔起嘅東西，到最後佢信嘅其實唔係大師，而係嗰種只要再行一步就可以翻盤嘅幻覺。我問佢：如果時間可以重來，你仲會唔會信？佢沉默咗好耐，把聲低到幾乎聽唔見。會。因為嗰陣時嘅我已經唔敢唔信。我聽完，心入邊忽然空咗一下。呢個世界最可怕嘅，從來唔係騙子有幾高明，而係一個人心入邊已經亂咗，亂到明知前面係火，都寧願自己跳落去。因為唔跳，就等於要承認自己真係冇路。後來我都係同顧成安離咗婚，唔係因為嗰2億，而係因為我終於明白。一個家最怕嘅唔係窮，唔係難，而係去到最難嗰陣，本來應該同你並肩企喺一齊嗰個人，反而先將你當成阻礙。佢花2億請風水大師，表面睇好似一場荒唐到不得了嘅迷信鬧劇，但係講到底，嗰根本唔係一場風水局，而係一個中年男人喺權力、恐懼同慾望入邊，親手幫自己搭起嚟嘅祭壇。佢以為自己係求生，其實係將所有愛佢嘅人一步一步推遠。好多年之後，我再諗翻起呢件事，最忘唔掉嘅唔係嗰張2億轉賬單，唔係山入邊嗰場法事，亦唔係成屋香火味，而係嗰晚我將啲資料掟喺佢面前，佢卻望住我講：你係斷我條路。嗰一刻我就知道，我哋2公婆之間真正斷咗嘅，唔係錢，唔係信任，而係佢終於唔再相信，同我一齊面對現實本身都係一條路。後來有人問過我，顧成安到底係壞定係蠢？我諗咗好耐，只係講咗一句：佢唔係突然變壞，
佢只係太想贏，太驚輸，輸到最後連自己都肯呃。而一個家，一段婚姻最驚遇到嘅，從來都唔係貧窮，唔係挫折，唔係愛人，而係枕邊嗰個人。喺最關鍵嗰陣，寧願信虛妄，都唔肯信你。風水呢樣嘢我唔識，但後來我越嚟越信一句最樸素嘅說話：屋企朝邊，門開喺邊，香點幾炷，其實都唔係最緊要。一個家真正嘅風水，從來唔係山向，唔係羅盤，唔係大師口中嗰個局，而係人心靜唔靜，手腳乾唔乾淨，出咗事敢唔敢認，遇到難關嘅時候，仲肯唔肯拉住身邊嗰個人一齊向前行。呢啲嘢一旦冇咗，就算你搬空2億，請10個大師返嚟，呢個家一樣救唔返。